主后2022年6月初9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生死两不难。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30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到的代志，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。至到王宫的全体敬畏，以及其他所有的人，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真侪兄弟姊妹嘛，因为我关家对主搁较确信，搁较好胆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。有人传基督是出自嫉妒甲好争论，嘛有人是出自好意思。这人是出自疼心，知影我受任命是要为福音辩护。另外遐个人宣扬基督是出自野心，动机无纯，想要趁我关家的时，加添我的艰苦。安尼有甚物关系？是假意，还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受传开，我就为着安尼欢喜。对，我要继续欢喜，因为我知对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赞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。我迫切期待甲仰望的，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。我时时刻刻，特别是现在，有够野的勇气，是活还是死，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若是继续活地，会当做较济有效果的工作，我煞毋知要经甚物。我进退两难，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是较好。不过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着活落去。对这项，我确信，我知我要活落去，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安尼，我甲恁搁相见的时，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。恁会因为基督耶稣用我做夸口，嘛通用做；恁会因为我用基督耶稣做夸口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会当过去甲恁相见也袂，拢会当听到恁的代志，在恁拢用上一个心志徛在，同心做伙，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无论做甚物，毋免惊反对者的威胁。安尼通证明因会失败，恁会得胜。这个得胜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运费来信基督，嘛互恁为着基督受苦，来参与上款的征战。这个征战，恁有看到我安怎战，现在搁听见我要得战。人的岁数有限，对出世开始就行往死亡的进程。总是死亡并毋是尽头，因为死了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，死了后会进入永生。生命
是值得珍惜，总是死亡也毋免惊吓。我的阿嬷个性真倔强，是袂去教会的人。伫伊少年的时，有几个囡仔饲无活；到中年的时，18岁的大囝互征调去南洋从军，伊搁再死囝。到尾老的时，还无结婚，也对住尽中的细汉囝去日本接受心脏手术，结果客死他乡。此后，阿嬷若是坐伫阮兜的亭仔骹条仔边，就会喊共款的口条仔：我歹命哦，我歹命哦。接煞搁再重复一直念：我哪会毋较紧死死咧，较紧好。伫阿嬷年老的时，信仰坚定的阿公病逝，伊喊口条的次数搁较接。迄句话也话甲愈大声。自我读小学，直到去台北读新人院进前，定定听伊伫喊共款的口条仔，一喊10几年。我原底掠做阿嬷喊出伊一心想要死，搁毋惊死的心声，到伊80几岁病危临终前。一直爱厝里的人叫我转去为伊祈祷，我才知倔强的阿嬷虽然想死，毋过也惊死。我倒转去到厝的时，剩一口气的阿嬷回光返照，听到孙仔伫为伊祈祷、唱诗，才伫几日后安详离开世间。想死毋过惊死的人，往往毋知死了后会去倒位，也毋知死了后的世界是怎样。若是基督徒深信，既然接受耶稣救恩的人，将来是要去一个美好的天堂家乡。伫遐，基督已经为咱准备所在。伫遐，亲人要过相见。伫遐，无搁再有哀哭流目屎，也无搁有痛苦悲伤，所以死毋免惊吓。保罗知影，伊若离开世间，就通甲基督做伙，迄是偌尔啊美好啊！保罗也知，活着必须要面对真侪苦难甲征战，毋过活着会通为主加做一寡对传扬福音有利益的工作，所以为着伊所疼的教会，伊搁较愿意活落去。人的人生早晚难免爱死，死有同伊泰山，也通轻易毫毛，所以毋通轻易找死。就算遭受压迫、关禁、艰困，伫生死之间，保罗犹原选择活落去，因为活着就通甲腓立比教会众圣徒做伙，帮助因伫信仰上会当搁较长进，搁较有喜乐。若有机会会当甲圣徒相见，也会当互圣徒掠伊做阳光，搁较得到造就。生死两不然，真正为信仰征战、为基督活的人，毋惊活着，也袂畏死，因为生命的主权在伫上帝。拄亲像保罗无辜负所承担的责任，时时刻刻具备充足的勇气。伊一生为基督活，受关禁的时，搁较深刻体认到，无论生死，拢爱用规个生命来荣光基督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腓立比书
1章21节。默想对保罗来看，活着是非常珍贵，死也毋免惊吓。我会惊死失，为人生烦恼无？我会惊死失，为人生烦恼无？我愿意无论活还是死，拢要用规个性命来荣光基督无？我愿意无论活还是死，拢要用规个性命来荣光基督无？咱来祈祷，掌管生命主权主爱的天父，我知生命存活偌久，拢是你主宰。愿你赐我智慧面对生命，赐我勇气迎接死亡。无论是活还是死，我拢愿意用规个生命来荣光主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